好多移居海外養老嘅華人長輩租屋，遇到門衝路衝、丟壓床位、日日失眠骨痛，存唔到錢，屋企是非不斷，想改門改窗化解，房東又嚴格禁止任何裝修拆改，大把長輩四處打聽化解方法，亂買一堆擺件都完全唔見效。今日陳伯同各位異鄉老友講一句掏心實話，租屋無法動決稿嘅情況底下，銅葫蘆先係唯一萬用唔傷屋宇、唔以犯租約嘅化煞。法寶我做風水57年，內地港澳、歐美東南亞各地華人客戶都接觸過。單遠程戶到海外租屋，長者跳井銅葫蘆擺放，就有成百上千單真實個案。有人掛對位置之後不足1個月過，多年反覆嘅慢性病慢慢平復，打工做小生意嘅亦減少無端破財。小人亦有好多長輩揀錯銅葫蘆掛錯方位，煞氣唔單止化解唔到，反而加重家中阻滯。今日唔講深奧飛星術語，唔推銷任何高價法器，淨係極爽我親自跟進嘅海外長者真實經歷，完整拆解海外租屋常見7類重煞，每一種煞氣對應銅葫蘆選，扣標準掛放高度，內部增運物件，搭配樹造手法，仲有銅葫蘆保養更換6大擺放禁忌，全部唔使印牆，唔使改門窗，租約完全唔會觸犯。移居海外、獨居夫妻兩老同仔女一齊租屋嘅老友，句一句都要聽入腦，唔好任由煞氣常年損耗身體同積蓄。先同大家講，前年我遠程戶到加拿大溫哥華移居長者金伯嘅往事。金伯今年64歲，同老伴移民租市區公寓養老，租約寫明任何牆面門窗唔准孔改動。佢租住單位大門正對樓梯直衝入屋，屬於典型日念水煞。每日退休金、手工小生意收入明明有進紙，月底永遠1分錢都留唔低。兩老夜晚長期失眠心悸，金伯老伴仲常年腸胃反覆不適，每年體檢都查唔出根源。金伯起初聽當地華人雜貨鋪老闆建議，隨便買細塑膠葫蘆掛門邊，掛足3個月完全冇改善，仲多咗同鄰居口角爭執。後尾透過老友轉介私信揾我叫佢詳細拍攝大門客廳招室格局相法過嚟，一眼睇出2大問題。第一，佢買嘅塑膠葫蘆5行屬木，唔能夠食土煞，化解門衝病符煞，一定要實心黃銅打造，係八卦紋樣嘅銅葫蘆。第二卦況，位置錯誤，是黏水沖大門。銅葫蘆要掛喺門框左側，高度與人肩齊平，葫蘆口對住屋外沖煞來源，內部放入5枚5帝錢，焦同粗鹽先可以吸走直衝毒氣。我逐樣同金伯講採購標準同操作步驟，海外網購黃銅8卦葫蘆，收到之後先用粗鹽水浸泡半日淨化舊雜氣，曬乾之後放入5帝錢同少量粗鹽用紅，經好掛門左邊，唔抹牆，只用可移除無痕掛鐵，完全唔損壞唔東牆面。照我講個方法跳正，唔夠20日，兩老睡眠明顯安穩，老伴腸胃反覆發作個情況減少，每月手工生意嘅收入終於可以存底慳錢，亦再冇同格鄰發生露水爭執。同金伯同個小區租住嘅李姨65歲，同樣大門對樓梯衝，唔信銅葫蘆化煞，堅持唔擺任何法器，單靠口門簾遮燈住滿1年。李姨頭人頭痛頻繁發作，就都寄過嚟嘅生活費總有各種意外開支消耗，仲時常俾樓下鄰居投訴噪音是非。直到聽金伯分享經歷，先至跟住買銅葫蘆掛放，調理半個月先至慢慢舒緩身體不適。呢2件事我同好多海外移居長輩講過，租屋無法改門窗，唔代表只能任由煞氣侵擾，只要揀對鍋對銅葫蘆，唔使動任何裝修就可以吸收化解絕大部分常見刑煞。而家我將海外租屋最常見7類沖煞逐一拆解，每一類都搭配海外長者真實租住個案，
講清殺氣帶來嘅健康財運、人際損耗、同爐對應化解手法、選購細節、擺放位置一並講透。第一類就係大門對樓梯、對電梯開口煞，呢一種係海外公寓租屋最高發嘅煞氣。樓梯向下衝，叫拿念水，財氣一路向下流失；樓梯向上衝，電梯開合對門叫虎口煞。主家人矜貴失眠，無端破財，小人練身。前年澳洲墨爾本67歲嘅榮叔獨居租公寓，大門直對電梯，每當電梯開關就覺得心口翳悶。每月退休金總有醫療維修，各類零碎開支存唔到積蓄。我教榮叔旋12公分高八卦銅葫蘆內放5帝錢，無痕刮地掛門框左側。葫蘆口向外對住電梯，每日保持大門側邊，照明燈提亮。朝成之後，榮叔睡眠安穩，每月閒錢可以穩定儲存，仲少咗同管理處各類納稅糾紛。重點提醒大家化解門衝，千祈唔好將銅葫蘆掛門內側對住自己屋企，會將煞氣所入屋內，適得其反。第二類係窗戶對外面尖角屋，頂斜角立柱天斬煞。海外街頭多獨立屋、高低公寓，好容易出現窗外尖角直衝地塞窗戶，長期主家人筋骨酸痛、情緒暴躁、感情爭執不斷。去年紐西蘭奧克蘭62歲嘅方姨同老伴租2樓單位，主臥窗戶對隔鄰屋頂斜尖角。方姨常年肩頸僵硬，夫妻2人每個月都會因為銀紙仔女小事大嘈。房東規定唔可以改窗，唔可以貼八卦鏡損壞玻璃，八卦鏡反光仲會惹鄰居不滿。唯一溫和冇衝突嘅方法就係銅葫蘆。我教方姨買一對細銅葫蘆，用紅係一齊掛窗簾壓兩側，葫蘆口對住窗外尖角煞完，每日拉薄心窗簾緩衝直衝氣流跳醒。1個月方姨肩頸痛楚減輕，夫妻之間爭執大幅減少。第3類係橫槓壓床、橫槓壓沙發。海外租屋多舊式公寓，天花板橫槓無法拆除吊頂遮擋，房東唔俾做任何天花改造。橫槓壓頭主頭痛失眠、精神衰弱；壓腰主腰骨病痛、婦科腎臟問題。前年英國倫敦65歲嘅福伯租舊式 townhouse， 主臥大床正中橫槓壓頭，福伯夜夜發噩夢，血壓長期偏高，睇醫生只能夠靠藥物維持。我教佢選3隻成套小銅葫蘆，用紅線串起，掛於橫槓正中下方，葫蘆垂直向下。葫蘆內放少量白水晶，同屬金氏土煞，吸收橫槓壓迫戾氣。掛放唔需要立場，只用輕鷹掛氣貼磅底，調理2個月，福伯睡眠質量明顯提升，血壓亦穩定，唔再反覆波動。第4類係2戶大門相對對門煞，海外公寓走廊密集，左右鄰居門對門，兩家氣場互相爭奪，容易常年口舌是非，人際摩擦，生意做工。遇小人上年新加坡64歲嘅翠姨租組屋單位，大門同隔鄰鄰居門正對，兩家人時常為走廊雜物、噪音互相投訴。翠姨開小型手工網店，客戶時常無故退單走數。我教翠姨單獨掛1隻銅葫蘆於自家門左側，葫蘆口微微向外，唔好對住鄰居大門直射，只吸收過嚟雜煞，唔會傷及對方，避免激化鄰居矛盾。調整之後，雙方再無激烈爭執，網店訂單亦穩定減少退單情況。第5類係廁所門直衝，主臥客廳，租屋格局固定，唔可以改廁門位置，侮辱煞氣直衝起居區。主家人腸胃、皮膚泌尿系統反覆不適，財氣被污毒氣沖散。前年美國洛杉磯63歲標叔，夫妻2老租住單位，廁所門正對主臥門，2人輪流皮膚過敏胃痛，退休金存唔低，每逢月底必有大額醫藥開支。我教佢分2步操作。第一，廁所門內側門框掛細銅狐狸1隻，吸收廁所後氣。第2，主臥門側再掛1隻稍大銅，胡鬧咗喺氣入招房。
每日廁所保持關門開抽風，兩隻葫蘆配合，唔使改動任何門體缺稿，調理1個半月，兩老皮膚腸胃毛病大幅好轉，醫藥開支明顯減少。第6類係屋外大路，直衝單位窗戶陽台路衝煞，海外不守街邊公寓排屋直面馬路，車流直衝屋宇氣墊長年撞入，主意外磕碰，車輛損耗，投資破財，睡眠淺薄。前年澳洲布里斯班66歲嘅昌伯租街邊1樓單位，陽台正對直行馬路。昌伯閒時買少量理財產品，次次蝕本。出門散步經常被電單車擦碰。我教佢陽台窗邊擺放一隻中型銅葫蘆，底座 D 一塊圓形黃玉葫蘆口對住馬路衝來方向，搭配雕貼6隻緩衝氣流，唔需要搭建圍牆改造陽台。朝聖之後再無交通意外磕碰，理財亦不再盲目萬錢。第7類係屋內缺角，五黃二黑病符位，常年雜物堆積，租屋戶型先天缺角，唔能夠拆牆補齊。五黃二黑兩大凶星方位，容易引發重病，長期阻滯。同屬金可蝕土性凶星毒氣，唔使改動牆體，只需要對應方位擺放銅狐狸。上年加拿大都論多60歲嘅梅姨，照住單位西北杆位缺角。當年五黃大煞落於西北，梅姨連續半年咳嗽難忍，仔女寄來嘅壯驗資金被套路。我教佢西北角落擺放一隻開口銅狐狸，內放粗鹽同白水晶。每日呢個方位保持光亮，唔堆放雜物。3個月之後咳嗽傳熱，被套屎監亦逐步收回。講完7類海外租屋最常見沖煞同銅狐狸對應化解手法，接下來同各位老友講解銅狐狸3大硬性標準。第一，材質一定要實心黃，銅黃有八卦百福紋樣塑膠木製合金鴨。金葫蘆化煞效力極弱，只可裝飾，唔能夠抵擋重煞。第二，尺寸分級，門衝、路衝、天站等重煞榫，10至15公分中型葫蘆，次門衝房，輕微尖角煞榫，6至8公分細葫蘆，橫港壓頂成套3隻細葫蘆搭配使用。第3，必須可開蓋中空款式實心，唔開蓋銅葫蘆只可以招福，唔能夠吸收煞氣。中空先可以放入五帝錢粗鹽、白水晶強化化煞效果。跟住講銅葫蘆淨化啟用保養完整流程。海外購入全新銅葫蘆，收到之後先以粗鹽浸泡4小時，沖洗乾淨，放陽光下曬足1日，曬走生產運輸途中沾染嘅雜氣，之後先放入五帝錢同粗鹽，紅銀好再掛放對應煞位。每3個月取出內部粗鹽更換新鹽，每年春分曬1次銅葫蘆維持氣場。銅葫蘆表面出現棕跡、刮花嚴重，代表吸煞過重，需要更換新銅葫蘆。舊葫蘆用紅布包，好送到當地華人廟宇安放，唔好隨意丟棄。隨後重點講6大銅葫蘆擺放禁忌，海外租屋老友千祈唔好踩坑。第一，唔好將銅葫蘆直接擺放床頭枕邊，金氣克木，容易擾亂睡眠氣場，加重失眠。第二，東方東南木位唔好大量擺放多隻銅葫蘆，金克木會損耗長者健康、仔女事業運。第3，葫蘆口唔好對住自家財位、神像神禮，會吸走家中福氣財氣。第4，唔好將銅葫蘆放廁所、廚房油污重嘅位置，個氣覆蓋法器會失去化煞效力。第5，銅葫蘆唔同刀劍猛獸銅像一齊擺放，縮煞金氣重搭，容易引發家中爭執。第6，唔好果放銅葫蘆對住鄰居大門直射，化解自身煞氣，同時避免招惹鄰居反感。最後同各位移居海外嘅長輩講透風水底層道理。銅葫蘆之所以成為租屋專用化解法器，核心優勢就在於完全無損壞屋，佢可無痕掛貼，隨時拆卸搬走，符合所有海外租屋契約規則。同五行屬金，能夠拎掉五黃二黑還個裝，尖角一類土型煞氣。葫蘆小口大肚外形，如同海鰻一般，
吸收外界直衝怒氣，將武撒鎖於狐狸內部，阻隔入屋，擾亂家人氣場。好多長輩誤以為化煞一定要大動裝，收掛八卦鏡。海外住宅八卦鏡反光容易引發鄰居投訴，甚至房東要求賠償。銅葫蘆溫和收煞，唔會衝擊旁人，係異鄉租屋最穩妥嘅選擇。但亦要提醒各位老友，法器只係調和外在氣場，想要長久、身體安康、財運平穩，仲要搭配日常習慣。屋企每日保持通風光，晾雜物唔好堆積煞位，少動怒，多包容身邊人，積善修心，先至可以穩住家宅福氣。唔好單純依賴銅葫蘆而忽略自身德行。今日專門針對移居海外、受租約限制唔准改門改窗嘅長輩，完整拆解7類常見沖煞、銅葫蘆選購掛放保養6大禁忌，全部搭配真實海外華人租住個案，無半句虛言空話，唔推銷任何高價法器。所有材料海外網店、華人雜貨鋪都能夠輕易買到，成本低廉，操作簡單。無論你而家租住公寓、排屋、townhouse， 遇到門衝、路衝、橫槓、壓床、刺門、衝房、天斬、尖角煞，都可以跟住今日講嘅方法調整，唔使再任由煞氣，常年選好身體同積蓄。如果你屋企有唔識分辨嘅沖煞格局，唔知銅葫蘆應該掛邊個位置，隨時拍攝屋企門窗燈柱照片，留言講清居住地區，我得閒會逐單拆解回覆。中意呢條片記得點讚、收藏、轉發俾身邊移居海外養老嘅同齡老友。好多異鄉長輩唔知租屋有低成本無破壞化煞方法，白白捱煞氣折磨。轉發出去可以幫佢哋避開病痛破財。關注陳百潭風水，持續分享海外移民租屋、長者居家無改裝陽宅，化解各類接地氣實用風水門道。記住移居異鄉租屋養老，唔好因為房東限制裝修就束手無策。一隻合適嘅銅狐狸就可以擋住大半傷身耗財嘅沖煞，少幾年病痛，少無端破財。安穩自在度過退休歲月，千祈唔好輕視屋與世未煞，氣日積月累之下足以拖垮長者身體同全家運勢。善用銅葫蘆溫和化煞，唔拆牆唔改窗都能夠守住屋內福氣同健康。